个7公分，从上往下看7公分，然后用签字笔画一个线，再往到旁边再画一条线，再画一条线，就是一个周围。周围以后呢，就是这样子，请大家看一下。中西区5条工地的职工认真听到制造幼软桶的步骤，然后分配组别，有的人负责画线，有的人负责加网啊。大家认真制造，就是希望会当做出多侪防疫武器、网桶的幼软桶，协助政府防疫。我们社区那个志工有60-70位，那需要做1000多个，而且现在我们附近的里都蛮严重的，大家都在防疫。那我们想说，我们这边公所有需要，市政府有需要，我们就全力来支持发动志工，在星期五的下午，本来是一个社区歌唱的时间，就先把它停掉。那今天来帮大家做1000个幼软桶这样子，也希望这次的防疫能够尽量赶快把它平息下来。这1000个幼软桶完成了后，将会交由区公所分配。中西区公所目前规划将优先交付予已经较严重的药王里、西河里以及对月里这3里发送。记者张世维采访报道。